继续来看南韩国家情报院指控北韩10月初派1500个士兵去罗西亚协助因拍乌克兰。根据美国媒体上新的影片，内底看到可能是北韩的士兵伫罗西亚的训练场排队咧领服装甲装备，而且这个士兵确实是咧讲韩国话。 南韩最高情报机构国家情报院定日指控北韩派出特战部队投入俄乌战争，同时发布3张卫星影像作为证据。不过北韩政府到今拢无回应。NCC 第20报道，由乌克兰政府组织乌克兰战略通信甲资讯安全中心较早释出的一段影片，内容会当看到亲像伫俄国远东地区的一座训练场内排队的北韩士兵，当咧领制服甲装备。虽然无法度明确分辨这个士兵讲话的内容，不过因讲的确实是韩语。 根据南韩的情报，北韩决定派出1.2万名士兵协助俄国攻打乌克兰。先前的1500名特战部队已经出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定日伫北约峰会强调，北韩投入俄乌战争，未输爆发世界大战第一步。对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9号伫意大利出席七大工业国国防部长会议的时指出，美国也无法度证实，若这件代志是真的，会互人烦恼。北约秘书长李德 也表达同款的烦恼，不过目前北约并无掌握确实的证据。公司新闻警员김병희。